我自己不嬲都好相信自然療法嘅，而我自己咧係因為由細到大都好多病痛啊，我好多問題嘅，細個就可能成日即係手痛腳痛，但係唔知咩原因，周圍媽咪就已經帶我周圍睇醫生睇藥睇個樣，都係唔知咩事，但我就會成日都半夜痛醒咯，即係唔知咩都有啊，紅眼症啊、青光眼啊、腎反炎啊、咩膀胱炎咩都試晒㗎啦，基本上。但係其實最大件事因為係2009年，我係有一次係突然之間血壓好高啊，去到281啊！咁其實嗰次我冇發現，我冇任何唔舒服嘅。因為一量就話200同81，跟住佢就話搞唔掂我咁樣，跟住佢就話要 check 下究竟係原發性嘅高血壓定繼發性嘅高血壓，跟住去就同我講，因為咧我啲管原來係都堵塞得比較緊要，所以咧就佢生咗好多細嘅微絲血管出嚟咧，去幫我維持我身體嘅運作。咁咧佢就跟住後邊多睇一睇就，哇！即係覺得好大鑊，咁樣咧就要我即刻再入多一次醫院，就係再全身都唔使要全身檢查。咁跟住最終咧就話我係confirm到我有個叫做比較罕有嘅病，叫做脈管炎，即係一啲主要嘅動脈血管咧係不斷發炎，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免疫系統嘅問題咯。我 before 發現呢個病之前咧，我係已經開始行路有問題嘅，其實我唔可以持續地去行可能10分鐘，我自己覺得隻腳會痹啊，會軟啊，但行樓梯直頭唔得添，行樓梯直頭係每步都會覺得好吃力啊，因為佢發唔到嚟啊，根本佢啲血管咧阻塞。但係我就都好慶幸就係我由98年開始出現咗呢個問題，我到而家咧係冇差到嘅，雖然冇好到，因為冇可能冇噶啦。我遇到Dr. Chan 啦，咁跟住佢就幫我處理好多我自己身體。我開始用呢部機之後咧，其實我身邊啲朋友咧係 feel 到我有唔同咗嘅。我係有朋友問我，喂，你呢排做啲咩嚟啊？你好明顯有啲即係話我面色唔同咗啊，或者係身好明顯覺得我係好咗嘅。其實我覺得好 amazing 就係佢部新機咧。我上一次佢check 我嘅事咧，就係佢話我排第一要處理嘅問題就係眼。我想冇點我咩？佢都冇點佢冇嘢，我覺得好唔舒服。我堅定流㗎，跟住後尾點解我過咗唔止一個禮拜，原來我隻眼真係好唔舒服，好痛。跟住係啊，跟住其實跟住我同阿多佛講話，咦，好靚啊你，仲靚過機啫，都靚過人哋遮福啊咁。我直頭覺得佢真係治未病啊，佢真係治未病，因為我真係佢 check 咗出嚟之後，我先發覺原來我嗰度真係有事。如果你一個好科學嘅人咧，你會覺得解釋唔到嘅，你一個根本你唔信。但係我會覺得係第一我相信啦，第二我係睇結果咯。我會覺得係所有嘢最重要就係個結果。